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見到我即係代表咧，又到咗咧同大家睇樓嘅時間啦。咁今日咧就係同大家咧嚟到咧太和站呢一邊啦。因為睇咧呢度最近太和站嘅一個藍籌屋苑之一，咁咧就係我身後面啦，呢個太和花園嘅一個兩房兩廳一個賣盤單位。咁啊呢個屋苑咧就自成一角啦，咁一共咧就分為兩期，咁佢 total 咧就有18座，咁咧全部都係信和發展嘅。咁啊屬於咧都係大發展商，咁啊用料嗰啲咧，相信咧都有信心嘅保證。咁啊住開大埔嘅朋友啦，咁啊都好多朋友咧都會對呢個屋苑咧情有獨鍾，因為一來咧就可以享有咧自己私人嘅空間啦，因為佢樓下咧有好多唔同嘅綠化嘅設施啊，自成一角，咁啊唔會有好多餐廳食肆喺樓下，咁啊比較咧中意愛靜嘅朋友咧都會中意咧揀呢個屋苑。咁啊但係咧靜之餘咧，其實咧佢都係食盡咧鐵路沿線嘅潛力。咁啊行去太和站咧，其實大約咧都係6-7分鐘左右咧，就已經可以去得到。咁附近嘅生活配套啦，都一樣咧非常之齊備。咁啊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同大家咧喺附近咧行個圈先啦。咁啊同大家咧了解呢個屋苑多咗之後咧，咁我再同大家咧上翻嚟呢個單位度睇啊。咁太和花園嘅環境咧就係咁樣嘅，咁佢咧就兩排嘅座數啦，咁中間咧就有啲樂園啊、綠化空間咁樣，咁有時咧小朋友咧就可以落嚟玩下啲平衡車啊、滑板車仔啊，或者有時咧落嚟打下羽毛球仔都可以。咁啊有時食完飯落嚟散下步咧都非常之舒服。咁啊有會所設施啦，有網球場、泳池，係啦。咁呢度咧行入去咧就係會所。下面就有啲健身室啊、閱讀室啊等等嘅設施。咁有2個網球場，咁啊都係一個標準嘅網球場嚟嘅。咁所以好多朋友咧都會約翻啲波友嚟呢度咧切磋一二。咁樓下咧就係停車場，咁啊全部已經係月租噶啦。咁啊大堂環境就係咁樣嘅，咁啊有2部 lift 啦，就每一層咧都可以去得到。咁啊上翻個單位睇啊，咁呢個單位咧實用咧就係400尺，一入到單位啦，左右兩邊廳，咁啊客飯廳分明。咁呢邊咧就可以擺放梳化啦，同埋電視。咁啊多隻側窗仔咧就可以咧透光多咗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原裝價格，冇任何改動啦。咁另外呢邊咧就可以做飯廳。咁可以挨住埲牆咧，就可以擺個高身啲嘅櫃，咁之後就再擺張食飯台，咁啊可以咧增加最多嘅收納空間啦。咁入門口咧有少少嘅走廊位，之後連接咧就係廚房嘅部分。咁如果譬如有啲客人咧中意個空間感再多啲嘅話咧，呢度就可以改做咧開放式或者半開放式嘅設計。咁啊洗衣機、雪櫃咧其實都夠晒位擺入嚟。咁啊本身都有窗嘅，咁啊業主咧都做咗一系列嘅櫥櫃啦，咁啊爐頭啊、洗手盤啊嗰啲咧全部都一應俱全。咁成間屋嘅裝修咧都係簡單企理，咁啊廁所廚房咧其實咧要求唔高咧都可以唔使再執啦，都可以咧即刻就入住到。咁之後再行入去啦，咁啊一條小走廊咧就連接翻呢2間房同埋廁所。咁我睇下第一間房先啦。咁呢個咧就第一間房，咁啊都係方方正正嘅，夠位擺床、擺衣櫃、書台。咁另外2間房咧，size 其實就差唔多。咁之後再行入去咧，就係第2間房。咁多數咧呢間都會可能嚟做主人房，可以擺個高身嘅大櫃，或者4尺到4尺半床都冇問題。咁啊，有啲客人咧就會利用埋咧窗台嘅位置咧，就可能會做埋張書台仔，咁啊增加收納嘅空間，或者咧有時可以咧辦下工都可以。咁之後睇埋個廁所，咁廁所咧都有窗啦，唔會係黑廁啦。咁啊坐廁洗手盆就喺呢一邊。咁另外一邊咧就已經改咗做企缸，咁如果改埋咗趟門咧，空間就再多啲啦。
咁啊都係乾乾淨淨嘅裝修啦，已經唔係原裝啦，都有執過。咁望翻去景觀啦，咁400尺呢個景觀呢都係望內園為主啦。咁啊望翻呢都係自家嘅園景，同埋呢少少嘅山景。因為樓層呢屬於中層啦，咁所以呢都可以呢主力呢都望到樓下嘅園林風光，同埋呢都會比較靜啲。咁中意靜嘅朋友呢就可以揀翻呢400尺向內園嘅單位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嘅推介啦，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， 咁呢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。咁如果想約睇呢個單位，話知我啲詳情呢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大家。